今日參加咗萬末假期香港一天遊，去嘅地方有黃石碼頭、吉澳、塔門、沙頭角，行程豐富，玩到晚上7點幾。由於年久失修，土木工程處於2004年啟動重建，並於2006年12月完工開放到現在。渡輪班次時間表：旅行社約200人包船，第一目的去塔門。塔門歷史悠久，曾是繁盛的海上貿易和漁業補給站。今日日與炮放假，開開心心的一日，全盛時期居民超過2000人。隨住漁業式微，年輕人遷出，島上傳統習俗面。近年來，塔門成為熱門旅遊景點。塔門天后古廟，嘉慶元年重修，廟裏面仲有乾隆2年1737年鑄造嘅一個銅鐘，一條大劍魚骨，近期修葺得非常之新淨。這個銅鐘值得欣賞。由天后古廟遊覽完畢，沿路右邊上山。作為一個漁村，天后廟是很重要的，祈求天后娘娘保佑漁民出海平安。參觀完天后廟，右邊上山去一個山坡，由海邊上天后廟要經這長長樓梯先能到達。廟宇右邊一個小亭，可作休息。塔門青年會麒麟醒獅團，山路行1個小時，回到碼頭處。前方一嚿石頭叫做女跌石，團友開心到跳舞。日與炮每次放假都非常之開心，跳下舞。團友非常活躍。約12點到達酒樓午餐，旅行團包埋8餸1湯白飯，任裝仲有海鮮食添，食品都可以有魚有肉。跟住乘船離開塔門，另一個離島吉澳，排隊準備乘船去其他景點。涼風送爽，乘船吹下海風一樂也。遊覽印塘洲海岸公園，經過鬼手岩，到達吉澳碼頭。吉澳的歷史主要始於清朝時期，團友異常開心去參觀。客家人和漁民遷入此地，利用島嶼天然的避風港特性發展漁業和商業。於1950年至60年代達到全盛時期，人口高達近萬人。隨後因漁業衰退、產業轉型等因素，現時島上居住不足50人。對為老人居住，年青人在市區工作發展或移居海外。這間屋日久失修，已被大樹侵佔，樹木生長得非常之頑強。在島上經常見到大樹侵佔屋的情況。附近沙灘非常之僻靜，可以帶埋漁具過嚟釣魚。路經此地不妨振興當地經濟，購買茶果。一條破落的漁村，非常之僻靜嘅海灣。吉澳天后廟，這座廟宇已經超過250年歷史。
廟宇曾於光緒元年1968年重修，最重要保留一件歷史文物金銀銅鐘。唔講唔知，天后宮曾於1957年前騰出部分地方作為學教用途，建廟專書，上撰一尊天后娘娘的神像，曾在吉澳對開海面漂浮。廟宇設計禪鳳頂，有光緒6年1880年用了石灣陶瓷建造，現時廟宇附近繪畫咗好多壁畫。參觀完廟宇，乘船離開吉澳去荔枝窩參觀。今次沒有去一個神秘結界嘅地方鎖羅盤，於荔枝窩碼頭下船，再步行入村。荔枝窩的文化體現了3000多年的歷史客家傳統。這村莊的3宗9橫建築格局、傳統農耕方式以及荔枝窩故事館保存的文化活動，一睇呢一團非常多人。荔枝窩協天宮你去過未？6月荔枝窩龍墟協天宮關閉誕，入村參觀，感受客家人的喜客。以前啲人聯想荔枝莊及鎖羅盤的怪事，附近鎖羅盤有關於指南針失靈。荔枝窩始於300多年前，由曾姓和黃姓兩族人建立。從盛產荔枝的富裕村落，因為盜賊猖獗而興，建了風水長防禦。參觀完荔枝窩，再乘船沙頭角禁區，落咗碼頭要出示禁區紙。剛剛日落非常之靚，團友都拍照。沙頭角真是繁盛的市集，於1899年被中英街劃分為香港和中國兩個部分。1951年被列為邊境禁區，沙頭角逐漸沒落。團友拍攝紀念。日出沙頭角月圓海角，沙頭角禁區影相片 I 創造。感受沙頭角的處境。如果想過中英街，需要另外申請過境紙。一個玻璃牆嘅阻隔中英街。於晚上7時乘車回市區。這個行程非常感謝慢活假期的安排，多謝慢活假期安排，玩得開心，食得安心。歡迎免費加入我頻道，下次再見。